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贾博士。今日是4月15礼拜二吼，礼拜二咱吼嘛来看即个短期气候的部分。先来看重点吼，今日咱是受到一波较大的即个东北季吼，所以桃园以北甲宜兰透早即个时间吼，感觉有淡薄仔凉。咱今日开始吼，一直到17号吼，咱天气算讲拢较稳定。除了咱花莲台东的山区中昼了后有一寡雪目仔雨。另外就是讲吼，咱18一直到22吼，即几工仔大致上是即个西北风即个天气啦吼。爱提醒的就是讲，咱伫尾期23、24、25、26即个期间看起来有受到锋面的影响。另外呢，较短期气候的部分，咱即摆看起来伫4月底、4月26即波锋面过去了后呢，咱为4月27、28左右吼，一直到5月25，即摆看起来天气可能是西北风的天气梅雨开始吼，即个时间看起来是无吼。咱来看雨水的部分吼，倒手边这是前后天4月15甲19吼，主要是咱吼差不多伫18、19、20即几工是西北风即个天气。咱本顶吼，掠讲吼18、19、20吼，锋面大致上伫台湾即个天顶即附近吼，但是即摆看起来伊即个吼有南风较强吼，所以即个水汽拢伫较北边。不过咱伫4月20甲4月24吼，即附近吼，咱差不多伫23开始就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23、24、25、26即几工仔看起来有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互咱即个4月20一直到4月29看起来水汽有较济吼，落雨的情形嘛有较明显。主要是因为23开始吼，咱吼台湾附近即个天气看起来是较无稳定吼。当然这是较后壁的资料吼，咱一步一步看就好。咱来看台北站未来即个14天的即个雨水甲温度的即部分啦，共款咱即个15、16、17算讲天气较稳定。本顶吼头先讲过18、19、20吼，即个水汽本来是伫咱台湾附近，即摆看起来是较北边所以咱18、19、20、21甲22吼，大致上是西北风即个天气。23开始，23、24、25、26吼，咱可能有机会受到即个连线方面的即个影响当然这较后期的资料咱慢慢看温度的部分来讲咱看今日共款即个桃园以北甲宜兰吼，感觉较凉一撮啦日时的温度慢慢开始回升明仔载开始咱即个中台温度就开始会接近30度所以算讲咱即个未来即个一礼拜伫到后礼拜二来讲算讲中昼即个温度感觉淡薄仔热啦袂讲真热袂甲讲热天的即个温度咱差不多23开始温度有略略降低，主要是因为因为锋面落雨即个关系啦所以咱来看较长的气候的部分。顶面这是今日看到资料，下面咱是顶回资料即摆看起来较无讲锋面系统迄款的雨落来即摆看起来敢若咱北部甲台中南投的山区看起来这西北风即个天气是较明显为咱即个4月27、28左右所以这是就是我头先讲过为4月27、28了后看起来一直到5月底咱可能是西北风即个天气啦所以咱今日重点来讲咱明仔载这16号咱是中昼了后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的有一寡雪目仔雨17中昼了后北部山区、南投山区、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共款有一寡毛毛仔雨18即天水汽略略较济一撮，苗栗甲台南的花海以及嘉南遮可能喷淡薄仔雨。中昼了后嘛是各地有零散即个短暂雨。咱这个拜六、礼拜即两天算讲是西北风即个天气。即天透早有一寡水汽煞入来彰化以北甲宜兰花莲有零散的短暂雨中昼了后呢，苗栗以北甲南投遮共款有一寡西北雨。咱22共款咱即个中昼了后新竹以北、南投山区、宜兰花莲有零散短暂雨。即摆看起来较有雨水的时间可能23、24、25、26即几工23、24咱受到锋面的影响，23各地变做是有局部的短暂雨，24桃园以南、花莲台东有局部的短暂雨咱北部桃园以北甲宜兰遮雨较少一撮有一寡零散即个短暂雨。气候部分咱配合咱即个14天的即个预测来讲，即摆掠4月27开始到5月25左右啦咱可能台湾以即个西北风即个天气是较明显的
所以以上是咱今日资料，提供互咱诶好朋友做一寡参考。最后祝大家好朋友今日工课一切顺遂，拢平安。